接管长度有将近有560公里了哈。那整个在用户接管率方面哈，在99年合并的时候才8.8%。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哈，已经我们到今年已经达到28.49%了。台北跟高雄它是非常早就开始做这个下水道的工程，那我们是从县市合并以后才开始努力的在做啊。那市长上任以后啊，已经投入了将近105亿元的一个经费了哈。那整个进度啊，也因为在市长的努力的催促之下，我们一年以1.5%到2%的一个进度啊，在这拼命的追赶啊。那这个工程虽然看不到，但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整个污水系统要是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家里的污水啊就会排放到沟渠里面，那就会产生恶臭，然后影响到环境。这里是永康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的一个用户接管啊。那我们这里今天呢总共有2个标，这2个工程加起来有将近7亿。那这2个工程完成以后呢，可以增加这个我们的一个用户接管率差不多可以达到0.9%了可以达到0.9%。那接管路也差不多可以增加差不多6800户左右。迄个水资源再生再利用，这做个真实。当然，时间当中社区会造成噪音或者是交通安全的问题。那咱一种要克服。当然需要我到协助的，我嘛会人来，咱一种再协助一种要克服。还是我早讲的一句话啦，痛苦会过去，美丽会留下。你整顿好的那个地方环境会整很漂亮。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通常我们的污水下水道，也就是俗称的卫生下水道工程，是先有干管工程，干管工程做好了以后，那中间在这个支管工程、分支管工程做了以后，再连接到民众的家户，叫做接管工程。现在这永康这2个部分已经是到了接管工程，接管完成之后，可以增加永康的污水下水道的普及率7.8个百分点。那也可以增加整个台南市的污水下水道普及率0.93个百分点，所以说是对于地方的帮助非常大。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应该要有污水下水道，才避免河川污染，避免臭味横生，避免每天水肥车在城市内到处跑。所以呢，我们特别着重这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那现在台南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在6都里面也从2019年的第6名，现在已经变成了第4名，所以往前挺进了2名。可见我们市府团队同仁，大家都非常用心，议会也都支持。虽然这是一个地下的工程，是看不到的工程，但市民朋友肯定，议会才可能支持。未来台南市将城市更为整洁，然后这个河川减少污染，这个污水回收之后可以成为再生水，再生水的供应也会更稳定。那也希望说这个工程能够顺利，大家能够平安。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30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先来关心议会定期会市政总质询。台南市试办2线道，机车无强制2段式道弯，为试办进前，机车发生事故594件，到试办以后506件，事故的发生率不但无增加，颠倒降低。所以议员朱正轩希望市府承诺。伫今年底，全面卖强制机车2段式道弯，市长嘛回应会将善如流。议员朱正轩伊伫台南市试办2线道机车无强制2段式的道弯，其中机车涉入事故的案件，对试办前594件到试办后506件来比较，发现事故率不但无增加，而且佫降低。因此询问市府。今年底全市2线道是不是会用个全面无强制2段式的道弯？我们试办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就试办前跟试办后，其实我们的一些机车涉入事故，那些试办的路段，它的交通事故反而还是减少的。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是减少的。对，我原来是期待说只要不增加就好，那现在是有减少。当然，我们还需要再多观察几个月，但目前为止初期看起来是好的。是，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基础，我们才有办法去做社会沟通嘛。社会沟通才有办法让大家去改变长久以来的习惯。也许大家对这件事情会有疑虑，但经过我们的示范以后，我们确实看到了
非常好的一个成效了。我们的事故率不只是没有增加，我们还减少了。我们现在一直一步一步的做，不过因为台南市的路口实在太多了，是那我们这个出发点是如同苏议员您所提到的没有错，就希望能够在今年底以前，但如果有一些执行的问题没有完全做，譬如说标线，譬如说这个没有完全弄好的话，我们也先会暂停取缔。除了无强制机车两段式的倒挖，另外伫容易被误解的交通规则，或者是被检举的事项，亲像圆形的车顶，是毋是会用的倒挖，甲变换车道时无拍方向等等。议员希望市府会用的多加宣导，甚至比较台南购物节祭出好礼。对此，交通局嘛回应，会来按议办理，希望会用的降低违规，互交通更加便利。经济部水利署将伫将军区设置海水淡化厂，另外嘛规划伫嘉里区安西里设置自来水受水池，结果引起地方的不满。议员陈坤和透过市政总咨询，针对嘉里、甲西港等大北门地区的建设，一一提出来甲市府做探讨。议员陈坤和表示，嘉里地区20-30年来的建设，会用的讲无一项单项有超过1亿的预算。不过最近却传出海水淡化厂要伫嘉里来设受水池。议员表示，伫无完整的说明，而且佮靠近主体区的状况，希望中央会用另外来找地。伫嘉里20外冬来无建设，结果呢，竟然要放一个蓄水池啊！这伫啥？伫嘉里的安西，嘉里安西里，伊是一里佮变做2里的。伊就曾经是全台南上大里，全台南上大里。结果呢，安西里无活动中心呢，所以呢，引起地方很大的反弹。嘉里即马这个地点，大家无赞成嘛所以即马迄个南水分署啦，就是讲较早的咱们水务管理局伊即马当咧甲自来水公司即马当咧找所在啦。原则上就是讲伊会在较郊区的所在去找啦。即马还未定案。你为了疏解溪南甲溪北的交通，议员陈坤和对民国108年争取2条跨溪大桥，一条是对西港大桥大运寮连接安南区的新界工业区，甲满岛食厝寮跨闸门溪大桥连接南科，2条的经费超过100亿。议员表示，以第86线延伸到两家，嘛是要开100多亿的预算，只有均衡的发展，全民才会用来受惠。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希腊雅族人为了申请处理内地原住民的身份，向司法院提起宪法诉讼。伫民国111年做出判决，要求行政机关要伫114年10月27号进前完成原住民身份法的修法。议员尹爱达理伫市政总咨询，都希望市府会当把握正名机会，纳入原住民行政区，争取中央的预算。根据民国111年10月28宪法法庭的判决，除了法定的原住民，其他台湾南岛语系的民族，只要文化特征到现在还佫存在并且延续，成员佫维持族群的认同，只要提出相关的文化传统证明，嘛会用申请取得原住民的身份。同时要求行政机关要伫3年内完成原住民身份法的修法。推出议员用的达理，希望市府会用探到市定原住民的正名时，同时并行着法定原住民的权益。询问市府是不是做好准备？如果今天台南市能够把因为这次这个证明的机会，也能够纳入是所谓的原住民族行政区，甚至可以认定部落，我相信在来自于中央原民会的预算来讲的话，这是依法的一定会提高啊。这我同意啊，这您的讲法跟我们的原先在所谓您特别讲的宣传不一样，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跟以前比，你是说跟其他的地方比？对对对，这个一定要，这个我们会再努力。对对对，所以我从来不会说跟你单纯讲说其他县市有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什么？我们都一样从数字、从系统去讲。议员表示，以目前全国有将近60万名的原住民，
依照户籍资料，住伫个原住民行政区大约占49.8%，离都会区有50.2%。虽然原住民行政区核定是中央行政院，不过地方区公所也是有职权依照辖区内原住民的请求，进行部落的访查甲统计，因为是毋是原住民行政区，影响到中央有偿的补助，因此要求市府相关单位要加紧脚步。台南新闻林根、张硕伟采访报道。在咱的生活当中，充满真真假假的信息甲诈骗，到底应该安怎分辨呢？中嘉宽频三冠农上主催团队持续亲入社区，前往生态病院，为伫仁爱里的社区健身俱乐部传授20位研发的志工、媒体素养的概念。胜利之声甲准益基金会也出动讲师到阵来协助响应。资讯爆炸的时代，高龄化社会来临，认识辨识媒体成为现代人的课题。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首度来到成大医院的银发健身俱乐部，培训银发志工媒体识读概念。从志工这一块打造成它是我们媒体识读的一些种子教师，我们希望它能推广出去。所以跟中嘉媒体合作3年来，今年是第1次我们把这个课程导入志工培训里面。课堂中除了提到要用不同的角度判断讯息真假，不要被牵着鼻子走，同时也介绍最新科技 Deepfake 深伪技术，教长辈判读 AI 影像的方法，也呼吁手机内的赖投资群组不要轻易相信。今天上了这个课，我觉得收获蛮多的，真的让我知道说我以后收到的讯息要先到哪里去查证。平常就有这方面的尝试，只是今天听了比较学术性吧。那我觉得对那个日常的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善。课后更加码随堂测验，将医疗讯息传到群组，让银发志工利用讯息查证平台辨别真假，同时配合中嘉宽频所推出的你搞懂了没线上小游戏，让长辈们加深印象。你搞懂了没的媒体识读小游戏，那里面有非常多跟媒体识读相关的一些问答题，那内容都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简单。如果各位观众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中嘉新闻网。这一次希望可以借由与中嘉集团的合作，就是一起来让社区的长辈更加了解媒体识读是什么。遇到这些讯息来源的时候呢，可以先警觉、查明跟证实。那希望未来就是可以减少这些被诈骗的机会发生。胜利之声广播公司和俊逸基金会也出动媒体识读讲师，担任志工协助课堂操作。台南在地媒体相互观摩，让乐听人接收新闻讯息时有正确判断能力。记者说怀台南报道。台南市宝东国小发起挑战男团 Energy 的歌曲，星期五晚上当中的舞蹈16吨。总共有12间学校接力来挑战，每一位校长在影片当中，拢搭配自创的特色，得到媒体的回响。而且教育局长陈新辉也带队接受挑战，并且点名教育部出来接招。熟悉的旋律响起，小朋友们开始蹲跳。星期五晚上中的5到16吨。在台南市的小学之间刮起旋风，练了一整节，铁腿了。有啊，就是我痛1个礼拜。这项挑战由宝东国小所发起，截至目前在网络上已经有14.9万人次观看。再来有东区的大同国小、麻豆区大山国小、东山国小、新市国小，其中鼎州国小发挥创意，结合芭蕾舞元素。
新化国小更出动可爱的舞狮队，18班武艺样样进出。每个学校我们要蹲出我们的特色来啊，我们就是有舞狮，我们就舞狮，那些小可爱狮就在后面蹲。平时呢，孩子很忙于课业，可是真的很厉害，我只能够说他们活力满满。目的是希望小朋友可以放下手机，然后可以起来动一动，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促进一下。教育局也加入挑战，由局长带队领跳，有人生龙活虎，有人3-5下就气喘吁吁，所幸全部达标完成任务。大伙儿还不忘举牌摆拍，场面逗趣。16吨呢，在国内可以说是本土呢非常流行的一种健身那非常轻快愉快的这个运动。那我们台南市呢从学校开始发动。那我们呢，教育局呢也被点名。教育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更多有趣的活动，让健康成为校园生活的一部分。接下来也将点名这单位来接招。我们的教育部，你敢接受挑战吗？记者杨淑怀台南报道。好，高雄市民期待真久的敬老卡坐代替的服务，5月21号正式上线。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宣布，只要上车甲落车的车站是伫高雄市范围内，地当搁再接50点。另外，有市民询问讲 ，U-Bike 是毋是会当做伙纳入使用？不过社会局表示，自行车对长辈来讲，危险性较悬，目前暂时无考虑。高雄敬老卡一直广受市民好评，能搭乘捷运、公车、轻轨、轮船。如今陈其迈在议会上自备手板，开心宣布好消息：持有高雄敬老卡和博爱卡，也可以使用社福点数搭台铁了。我们从5月21号开始了就可以搭乘台铁尤其我们今年开始，包括敬老卡每年有1200点，那博爱卡每个月是900点那可以搭乘各式样的这个交通工具。那从5月21号开始，5月21号就可以了。有一站在高雄，那最高可以折抵50点，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先前市民敲碗台铁纳入范围，但由于高雄敬老卡是年度祭典，不同于其他卡的月度属性，需要另外设计一套系统，才让市民等了比较久。如今终于登场，为了鼓励使用，社会局也加码福利，只要搭乘的起计站，其中一站是在高雄市范围内的18个车站，还可以折抵50点。想到邻近城市出游探亲也更方便。我们还是鼓励长辈去多运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因为毕竟长辈的一些分辨力不是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我们其实不希望长辈是自行开车或是骑机车应该是以搭乘比较安全的运输工具为主。那其实台铁其实说像长辈可能会附近去屏东或是台南探亲等等，其实搭台铁是还蛮好用的，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也有市民询问是否可以纳入同样属于公共载具的 U-Bike， 让长辈使用之余还能强健体魄。但社会局表示，骑行自行车在长辈的意外事故中颇为频繁，因此暂时不考虑将 U-Bike 纳入范围。从我们的道安汇报的一些统计资料，其实长辈在骑自行车的事故率其实是我们排第3名的所以其实在这边我们并没有很鼓励长辈去骑所谓的 U-Bike 当然有的人会认为说它是一个健身的工具，但是我想健身的方法也有很多包含我们其实高雄市现在有很多的国民运动中心，其实都有长辈的公益使用时段是免费的。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去考量比较一些安全的一些健身的方式。那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建议是搭乘比较安全的运输工具。如今5月21号开始也加入台铁福利，除了鼓励搭乘大众运输系统，也希望长辈多多走出门，每一天都有精彩生活。记者王仲凯、李凡飞高雄报道。在一般民众甲游客心目当中，嘉南市政府公私协力利用美化候车亭的计划，到底有甚物感觉甲效果呢？今嘛咱就对着记者做伙去现场，听看民众甲游客有甚物看法。3、2、1，请点灯。哇哦，大家看到没有？这暖白色温暖的灯光。
由基隆市政府和企业公司协力认养候车亭的计划中，引起许多游客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正滨渔港彩色屋附近的和平桥头候车亭，打造成美式复古风。游客认为，绝对是一个会爆红的基隆最美候车亭。我会想来，我是特地来的。哦，真的吗？没有，感觉怎么样？你觉得？我觉得很漂亮啊，有点复古风，很美式。哦，美式复古风，对，大家这么说，对不对？而且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蛮有名的嘛，对不对？拍完然后换这边拍。哦，是这样哦，你们厉害。所以是特地来的。特地来的。哦，那你们算是全台湾最美的站牌。目前蛮特别。对，目前好像我也只知道这个，对不对？对。画面上可以看到，在晚上的这座美式风格候车亭，像是夜里的一盏明灯，温暖的色调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拍照。据了解，最美的拍照点在公车亭对面，可以把候车亭跟彩色屋一起同框，拍起来更美。刚有没有什么最佳的角度可以推荐一下？要到这里面拍。正面这边拍起来跟对面拍起来会不一样吗？正面我觉得拍起来比较好看。比较好看。对，就是整个进去感觉比较好。哦。然后人要站后面一点。人要站后面一点。后面一点。因为这样灯会打下来比较干。哦。站在前面脸太黑了。很多游客都会拍照打卡留念，显示吸引力十足。游客说，这样的候车亭改造让基隆变得更漂亮，而且非常友善通勤族跟游客，值得肯定与鼓励。较水啊，你啊，天气啊，光啊，安尼啊，水啊，嘛有伊啊嘛换的，你无看？我是在台北，然后到这里参观。我本来是要看这个，但是看这个也是很漂亮，所以我也要拍照一下。企业形象，我觉得也就是 ESG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永续的一种手段。虽然它不直接去减碳，可是各位知道，如果我有一个很漂亮的环境在这里的话，我会看这个风景。它因为有水，因为有内港，所以它的倒影跟反射呢，我觉得比高雄更美。那我也期待说，游客来这边不只是为了打卡做跟彩色屋拍照，而是能体会基隆市政府在企业合作的这一块，其实真的下了一份很大的心力。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正滨渔港可以越来越好。基隆市政府公司协力美化认养候车亭这个亮点计划一波接一波，像是海洋广场对面的城隍庙候车亭，以及义一路上元大银行认养的候车亭，都让美丽的山海市容景致再加分，展现港都新风貌，同时也提高了通勤友善度，就变得比较不一样，也变得比较好看，这样子。那以前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感觉？就脏脏的。那现在呢？现在就干净了，然后有点现代感。对啊，有不一样啊。以前是就是木头椅啊。现在感觉？还算不错。我不是单车，我是休。忝在家坐坐呢。那你在这里休息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样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可以的，蛮漂亮啊。这样一来，可以让基隆多出许多热门的打卡地点，自然就可以成为旅游的特色亮点，达到吸引旅客来基隆观光消费的诱因。候车亭站！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最近台湾一直发生地震。有83年历史的地冠市高雄，就使人好奇，到底伊的风电系数会当达到偌济？结果互人意外的是，这座为日治时期到即卖地冠车站，竟然会当风到7级的强电。原来是车站下面有藏机关，做回来了解。403地震后余震频频，老旧建筑物的维护就显得相当重要。而已经有83年历史的地冠市高雄车站，就令人好奇它的防震系数有多少。差不多5吧。应该有6级啊，5、6级吧，都可以撑这么久了，应该那一阵应该还不错吧？是，我想这个设计上是我们具有5级不坏、6级可修7级不倒的这种设计情况。被列为具有历史保存价值的老高雄车站，为了让它满足现代的耐震能力，
铁道局为它安装上了全新的膝关节，在地震时，这片大圆盘可以透过滑动减缓地震带来的冲击，让这个老车站可以面对高达7级的强震。这是一个隔震的装置哈，它利用我们在结构基础的下方，我们设置它的一个下盘，我们基脚部分再设置上盘，那中间部分有一个滑动的装置，地震的时候它一个相对位移吸收它的一个地震力，那以减低对车站本身的一个地震的影响。除了安装38处的隔震基座，也设置了全天的监控系统，随时收集数据，确保车站的稳固性。而且为了让地震时有足够的摇晃缓冲空间，也设置了隔震缝，避免地冠车站和地下新车站碰撞损毁。我想我们这个设置除了有一个隔震装置之外，我们也怕会因为地震会影响到我们车站的一个结构体，所以我们这个车站跟结构体之间，我们有设置一个隔震缝。那隔震缝大概有40公分，我们在整个车站四周都有这样的设置。那当地震来临的时候，它在相对位移的时候，不会去碰撞到车站的本体，产生它碰撞之后的一个破坏。可以耐到7级，还蛮讶异的，因为它毕竟已经是老建筑了，这样。好厉害，希望全部的建筑物都可以用到防震的东西啦。对啊，安全上比较好。地冠式站体的原高雄火车站于1941年启用，它见证了高雄铁路的时代变迁，是台湾唯一搬出去又搬回来的火车站。未来它将会屹立不摇地站在南高雄的核心位置，继续见证下一个阶段的都市发展。记者川军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30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